中国配偶爷爷小美文琪，拢因为公开发表武统的言论，红废止居留的许可，嘛爱限制出境哦。内政部今仔嘛证实讲，这3人的健保资格、甲居留期间的工作权，嘛拢已经取消了。也毋过哦，事实查核中心的董事长、中正大学教授罗世宏是指出讲，欢迎驳回爷爷申请停止执行的裁定有问题。也毋过，内政部长刘世宏是强调讲，行政甲司法系统针对这案件已经裁决了，嘛拢有提出解释，伊无要搁再对外说明。出来了，我们确定要必回大陆了，通知一下你。恭喜，堂堂正正中华人。合体地步互相拘收，继续廖培爷爷因为鼓吹武统，互移民署限期离境。廖培小美文琪也同款防废止居留许可证，内政部更加证实，依法因连健保工作权也拢会互强制取消。在我们对外发出行政处分的时候，就一并通知户政单位取消。不过，事实查核中心当做中正大学传播系罗世宏教授认为，判决裁定未当充分展现保护人权的担当，甲无符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所提起的，会当证明因的言论有直接甲及时的威胁。反倒政府的做法会让两公约变成打压异己的工具。不管是行政系统或者司法系统，对于这件裁决的案件已经做出解释，我们就不多做说明。刘世宏表示，个案若不服，会当行诉权定诉救济。也毋过，在野立委也质疑，直接赶出境，敢是符合言论自由国家？3个陆配被处分，对不对？那就是3个家庭。当然，我们的国家的这个主权的安全一定是摆在第一位，没有错。可是我们也是一个民主、自由、法治的社会。我们现在不希望我们的移民署或者是无料要变成是以前的境状。现在我们对陆配的执法的标准到底是什么？那是不是武统的言论不可以？但是呢，你虽然不是武统的言论，但是你的讲话我不喜欢，好，是不是也不可以？照理说，来到台湾应该是认同台湾、热爱台湾，那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呢？所以这让大家也不禁怀疑背后是有特殊的一些政治意图。我想这也涉及到台湾的国家安全，特别这个部分有可能涉及到了中共的认知作战。台湾就是中国的，台湾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廖培弯弯小月伫台北街路大社公统战，也有廖培关关表示，早暗红旗的插满台湾。移民署表示，针对检举继续查核，另外欢迎采取爷爷离境的时间是2个进程。内政部表示，目前伊还未离境，时间一到就会向强制驱离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